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台湾俗语伫咧讲鸟唔通播，鸟若要播，先趁都未开活。这句我相信流传了真普遍。不过今日咱唔是要讲俗语，咱要来开讲有迄个四句联，共款咧劝人唔通播鸟。啊，照国情所在，这唔是干那台湾民间伫咧施行尔。这条播鸟歌，连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都流传了真迄毒。歌词内底讲，想要搬鸟起大厝，无义见搬逐张书，书甲袂残甲袂厝，书甲厝内无米煮。鸟仔莫搬有较对，歹心的鸟脚逐张招，招去鸟场看看，看甲无搬真爱约。四色牌仔摕来斗，四个坐落四角头，明好明呛搬甲到，食日拍出就爱包。是啦。上界形役就是迄个歹心的鸟脚，你著家己无想要搬啦，伊甲你逐张招，招去鸟场看看，好到尾啊，你著爱输甲袂残甲袂厝，输甲厝内无米煮。实在讲到鸟真歹空，这门都唔通。细汉我著听阮老母咧讲寒神识鸟真出名，讲鸟爱互戆的赢，实在都无影，戆人输甲惊。汉神就是惊讲兵啊，会思念故乡，才识鸟互人搬，大家都袂记咧烦恼的代志嘛。结果世间人饲了饲，鸟爱互戆的赢，哪有影？戆人大家嘛输甲惊，啊，毋是干那四色牌啊，即款鸟性尔。国情嘛毋是咧教人跋鸟，内底咧讲食日拍出就爱包，就是违背跋鸟的规矩，你爱互包，爱掠包就对啊。啊，另外老福州民谣的歌王伫40当前即个卡刀，啊，佫有一条鸟唔通播，原来各种的鸟色拢甲提出来笑，笑甲明，互你知影讲各种鸟拢总唔通啦。内底歌词讲，人讲11支啊，播久无够，坐久人真虚。你嘛唔通播摆狗，输着你的好，5张叫拍屁，输着你的卖箍鸡。13张甲摇头啊干，输着你的未收山，2点甲10点半，输着家伙了一半。唔通跋15，教书家伙烂糊糊，倾家动产起糊涂。唔通跋麻雀，输缴欠钱走红绿，掠到的红讲，后摆我都唔敢碰。是啦，内底遮侪鸟色，国情啊，逐项都袂晓。这实在是老福州民谣的歌王咧开讲，咧劝人讲千万都唔通兴鸟，因为人民间嘛流传，讲13支，较比都欠1支啦。你无论安怎样移，安怎样播，拢输人啦。无迄落讲跋鸟会得家伙，无啦。咱已经饲了饲，咱已经看了看，毋则讲过去即个四句联讲斗句的，虽然听得真趣味，内底有台语的艺术，毋过真正一字一句，拢总伫咧劝人好，这才是第一要紧的代志。千万毋通想讲跋鸟要赢，世间人饲了饲，戆人输甲惊。